讲到这人屎狮头，台湾真侪所在拢有家己的特色。为了要让学生了解这项传统艺术，乐江国中邀请有40年做狮头经验的施顺英老师去到学校教课，学生囡仔对这粒形8纸8步到最后的架设，完成独一无二的狮头。 学生一笔一画彩绘狮头，先褪色，再搁砍线条。乐江国中邀请狮头工艺保存者施顺英老师来教课，让学生学传统工艺，用创意做狮头。我感觉这是一种传统甲艺术的结合，所以我会用较现代的色去画。老师有讲，这个喙是足重要的，因为这个喙会使表现出伊的气势。那其中伊的目睭嘛是足重要的，看起来才会伊的威风的感觉。 施顺英表示，一般做狮头大概要半个月的时间，伊特别设计36点钟的课，为塑形开始，然后8纸8步彩绘到耳仔、狮手等等，传授做狮头的工法给学生。我是希望讲，甲咱这传统的技艺吼，对上阶层吼，甲培养你知，因为吸收一定较紧你知，而且吸收紧的变化就多。我规个思想是。 甲当这种艺术的物件伫咧制作。施顺英老师表示，有人狮的民间风俗了后，狮头才开始延伸变化，成做民间艺术。伊即阵并说咧推广做狮头这项民艺，嘛鼓励学生自由创作，希望因会使伫传统民艺行出新路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